有民间团体号召亲子团体、新众团体做伙去到立法院头前，提出5大诉求，而且8月20日开道游行，希望这政府呢会当予民众有一条平安回到厝的路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，因的诉求甲交通部立场是同款的，所有建议也拢会检讨。过路人明明行伫斑马线顶悬，车煞抢紧直接弄起哩。同款的画面伫全台各地拢常常看到。国内去年移动交通死伤人数有9300人，无论家长放手互囡仔出门，或者是坐轮椅的人驾车路前道，因的心情，逐工拢亲像咧洗三温暖。人车抢道是日常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，他很无奈，父母没有办法安心的放手，这就是我们台湾所有家庭的困境。一边上去了，结果我下不来，或者是我的出入口很容易被汽机车的违停给挡住。落车里外身份拢是过路人，真侪国民团体甲跨党派立委甲代表共同开记者会，提出5大诉求，包含健全人行设施、改革教训甲考验制度、执法捍卫路人的路权、重现交通法治、推动6都零死亡环境。办这场游行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政府听见人民愤怒的声音。我们只是想要安心的走路，为什么在台湾这么的难？进行人死亡推动联名，要伫8月20日开道举行环路移民大游行，希望过路人弄一条安全回去的路。交通部长王国材也做出回应。当然还有很多，包括交通部跟地方政府还做不够的地方，关于他们所提的一些相关的建议，都会虚心的来检讨。国内去年1到5月死亡人数1235人，按过今年同期有交通大执法死亡人数小可提悬。国民团体认为，台湾的路口每一个礼拜拢在杀死人，希望立法院应赶紧排审交通安全基本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